大家好，我是罗生彪，今天继续给大家读占图古仁波切一篇名为《逃避》的开示。当你把工作都丢给其他人，自己选择了逃避，那么当你在需要任何帮助时，就不要埋怨别人没有伸出援助之手了，不要说某某人不够仁慈，不愿意帮你，事实上是你自己先不愿意去帮助他们，才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。你的固执和面对困难时的逃避畏缩，才是导致别人不再信任你的原因。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，你袖手旁观；当你意识到自己犯了错，想跟他人再重新建立起亲密关系时，他人却由于你过去的行为而拒绝你，那种感觉其实是很痛苦的。请不要再去追问他们为何要因你过往的过失而惩罚你。你自己不妨好好想想，为什么整个娑婆世界一切事情都要因过往的错误而遭受惩罚？这正说明了整个娑婆世界的存在都源自一个因，所有事情也是如此发展着。当你面对某些行为而造成不好的结果时，所惩罚你的其实并不是任何人，而是你自己在过去的行为，它可是真实独立存在的。因此，当你领悟到自己错了，但当时的情况却已经无法修复，或在短时间内无法获得修复时，那就请你不要再感到愤怒或不耐烦，因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人正是你自己。举个例子，假若你3年来都在逃避着某种事故或责任，有一天你突然想回头，想再次得到大家的接受和信任，但怎么可能？在这3年之中，这些事故或责任都必须由他人带你去完成。你逃避的各种痛苦、竞争和起起落落，都让他人给承担了。你总不能期待在你回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能够一切如常地对待你，尽管其他人的内心也曾动摇，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留了下来。即便他们原谅了你，恢复了对你的信任，但你也会因曾经失信于人而必须找其他方法来弥补，比如送礼和讲好听的话，或其他暂时性的解决方法等。虽然你有意要将这一切友好和信任都追回来，但这依然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。信任是一个人在身处的环境里感到和谐安宁与否的重要因素。那么，要再次赢得尊重和信任的关键又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做出贡献和保持始终如一的做法。要赢得尊重，就意味着不要带有投射性的想法和举动，而且还要保有耐心和坚持。你越是能解放自己的思维，你就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信。自信和接受自己都是成长的关键。我们这里所说的接受自己，并不是意味着停滞不前，而是要持续积极地挑战自己，让自己从不良的过去、错误的个人投射、愤怒和恐惧中解放出来。时间总是匆匆流逝，所以你应当从现在开始去全力以赴。接下来仁波切要指出的是，需要发言时却保持沉默的这种习惯。在会议中或需要发言时，你经常保持沉默，这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知识，你满不在乎，不想负责任，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。但你必须去想象，若身处在不同的情况下，你是否会选择发言？为什么？这种自我检讨对你来说是相当有帮助的。如果原因是拥有不够的知识，那并没有什么大碍，只要努力学习就行了。你务必要记住，别让别人来帮你学习，而你却在一旁闲晃着，因为这将导致你更落于人后，最终也只有变得更为沉默。渐渐的，你就会发现，这种由于缺乏知识而选择沉默的态度，
将使你逐渐丧失自信，而且你最后还可能会选择离开，或者以愤怒或辩解来掩饰自己的缺乏自信。内在的退缩，更多的沉默和感到落后于人，这其实就是在释放一种讯息，它正在揭示你某些地方的不对劲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你尤其不要选择逃避，你得认真去聆听和分析这个讯息。长久的没有作为，不但会令人感到自卑，而且这也将使人更加封闭自己和对外界富有敌意。话虽说我们的感觉如何，原本就不应取决于他人，但在刚刚出现些许苗头的时候，它的确是最正确的。谁能够逃避这一切呢？有些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卡住，无法继续前进，所有后来的问题也就因此而产生。我们要知道，任何事情都不会恒久不变和历久不衰的。既然如此，每当事件结束之后，那就应当让我们的固有观念也跟着消失，不要再把它带到将来。如果你不去在乎这些细节，反而却想要获取与大家所享有的同等成就，那就注定你将得不到大家的尊重，甚至还有可能会失去对自我的尊重。到了最后，或许大家就会当面直接指出你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，竞相督促你必须承担责任，而这种对你的不尊重，也许还会越来越严重。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会做得更多，因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进程。无论你在一个团体里的原因是为了自己，还是为了更宏大的目标，但你的身份依然是属于那个团体的。如果这个团体成功了，你也跟着他们一起成功，并共同享受成果。所以，你要把精力用在对你自己及他人有利的事情上，并把它当成是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这个动力不够大的话，就请把原因给找出来。如果只是因为你的不想负责任，那你潜藏着的综合性危机就有可能是自尊心过强、缺乏知识、懒惰与胆怯等。扛起责任是个人成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若一个人想要成功，首先就必须懂得什么是承担责任。能够完成责任，才会使你增添无限的自信，这也是成就一切事情的关键。缺少了这一项，你将一事无成。假如你对任何事情都只会期待别人去做、去完成，那你就无法长期待在这个团体里。我们要知道，所有人都会反感总占自己便宜的人。无论你胆怯的根源是什么，负责任的心态是克服这种胆怯和不安的最佳方法。尝试去多做一些事情，学会勇于承担，你必将会赢得尊重、自信和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没有人在一生下来时就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晓，或在成长中不犯上一点错误。我们要学会积极地看待错误，错误可以让我们学习，失败是成功之母。又或者，犯错将导致我们颜面尽失，令我们对其耿耿于怀和长久保持沉默，也可能导致我们的成长出现延误。千万不要惧怕犯错，它将成为我们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径。一味地去顾及那没有必要的面子，它最终将可能导致我们失去众人的尊敬。凡事保持沉默，不愿被人发现我们的知识欠缺，这只能帮得了我们一时，却无法拯救我们一世。我们惧怕失掉面子的几率将会不断增高，我们的这项行为将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落后，直到最终令到我们自己徒添焦虑不安。在犯错的过程中，最主要的并不在于错误本身，而是在发生错误后，你如何去面对它。所有的事物
都不是恒久不变的，失败也可以转化为成功。我们最应该感到庆幸的，就是我们拥有那改变的能力。犯了错误后，能够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，再重新挑战自己，那么你也就将在下一个起点做得更好。放眼看看那些成功的人士，谁又没犯过错误？他们之所以成功，就是他们都能在跌倒后勇敢地站起身来，继续向着想要达到的目标前进。无论你有多么博学，你总会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，所以请时常保有谦虚的态度，然后从失败中去总结经验教训，再去不断地学习成长，让自己成为一个宽容豁达的人。最终我们将拥有更多的知识，甚至还可以很好的去帮助他人。看看我们如何处理自身的情绪，它意味着我们能否走出不快乐的泥潭。那些没有任何结果和无谓的逃避和辩解，就让它无疾而终。你是要被人尊敬，还是要继续逃避自己？请认真做出思考。好了，这2期的节目就是占图古仁波切关于逃避的开示。大家如果对佛法有兴趣，可以上占图古仁波切的中文博客 www.tamrinpoche.com/l/cn。谢谢大家。